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. Now I want to tell you all that no one is happier and more honored than me. 那今天一天没来会所，估计应该不会来了吧？他跟我生气了。My name is Mike, and I will be your MC for today's event. But first, maybe I must say a few things regarding today's soiree. 下面我想请唐人画廊艺术总监，也是今天 party 的美术顾问，王老师。非常感謝大家能夠光臨本次展覽。我本人對擔任這次展覽的藝術顧問也感到非常榮幸。將駿馬和珠寶結合在一起是本次展覽的主題。這個創意非常的大膽和新穎，具有非常強烈的視覺衝擊力。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，本次展覽的創意是來自於一位非常優雅、非常美麗的女性，她就是我們的雷閃閃小姐。現在，請大家把你們最熱烈的掌聲送給她。我們為大家準備了豐富的下午茶、豐富的甜品，請大家享受。生日快樂！謝謝。王老師，其實今天我主要想要對你說一件事兒。你應該知道我對你的感覺的，我對你是認真的，所以，我希望你可以做我的。我先接個電話。